各位股市同幣圈嘅朋友，今日同大家講個廢青股翻身嘅故仔。主角就係1183奧能建設，佢曾經係澳門基建界嘅高富帥，點解而家變咗頹廢股？仲有冇機會好似狂飆咁逆襲，食住包薯片？聽我慢慢爆。第一關，點解奧能變頹廢股？諗翻幾年前，奧能都算係澳門基建界嘅電競大神，專打充電樁、太陽能、政府大單呢啲高端局，股價一度衝上8蚊，威過你打 rank 上王者。但係點解而家跌到1毫子邊緣？連阿媽都問你買咗呢隻嘢，原因好現實，澳門經濟不消失，疫情後賭場復甦慢過你朝早起身，政府工程拖數，奧能啲 project 卡關，卡到似你打機甩機。現金流緊過你個月尾銀包。新能源夢好靚，但燒錢快過你個課金。佢哋北上狂開充電站，但內地競爭激烈，到似元神抽卡池，人人有份，賺錢難過你仲 SSO。大戶退隊，散戶被 GG， 基金佬見勢色唔對，秒退 game， 剩低班散戶單排坐艇，股價自然跌到似你啲 Bitcoin 咁刺激。第二關，奧能點樣逆風翻盤？但所有廢青股都有機會變黑馬股，關鍵係睇佢有冇外掛。奧能要翻身就要靠呢3招。外掛一，澳門政府突然派福利，如果下半年賭收翻生，政府狂推基建，例如橫琴深合區，奧能作為本地薑，隨時接到隱藏任務，股價即彈。外掛二，國策突然 buff 新能源，中央如果突然出充電樁補貼或者光伏大禮包，奧能內地業務可能食雞，股價秒變火箭。外掛三，突然被土豪收購，奧能手上有澳門地皮同專營權，如果有中資財團想買殼上市，隨時爆出史詩級收購，股價直接升爆 server。第三關點玩？記住3招食雞法則，想博奧能翻身，記住呢個打機式投資策略。等時機，睇澳門經濟同國策更新，好似等 game 大更新先入場，嚴守止蝕，唔好 all in，留翻啲錢買 skin。有消息先追，唔好沽底，等官方公告，唔好信跌得多一定彈。港股大把股係退市 game over，唔好貪高息，佢派息唔穩定，隨時 cut 咗。唔好同股票談戀愛，衰咗就認，轉場炒美股好過。結局，奧能係潛力股定伏股。總結嚟講，奧能而家似待機中嘅遊戲角色，有機會俾版本更新，救翻澳門經濟國策。但如果繼續卡關，可能變退市 NPC。策略 keep 住觀察，等 signal 先出手，唔好急住送頭。記住，投資似打機，耐心等先會食到雞。PS 想知更多復股變神股故事，記住 CLS like share comment 啦。